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过拿后就毋知烧，烧乎乎的食米，若食入嘴，过拿后了后就毋知影烧啊。这句俗语是摕来比喻人即卖的生活条件较好，就袂记得应阵迄款辛苦的日子。这就亲像咱台湾是经过侪侪人的牺牲，为戒严拖磨到戒严，佮加上先摆的抗争甲拍拼，才行到现此时的民主制度甲自由的生活。咱伫咧享受民主甲自由的同时，嘛爱好好甲保护，毋通行回头路。这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